大家好，即擺要講的這個字叫做語，伊有三個讀音，語泉州輔聲音，語泉州海橋音，牛鄭州音。漢語拼音魚，公文牛具切讀語，牛具切就讀牛，來舉例，台語、台語、台語，台語。語文、語文，語文、語文，語文。這一集先講到這裡，有無啥看法？佇評論區幫我指正一下，感謝。再會。